今仔日4月11是國際寵物日，台北今仔日是開放主人會當帶狗仔坐大眾交通工具。平常時這狗仔是愛關佇咧籠仔內底，才會當坐一溫。今仔日是有看守就會使上車。不過要飼貓仔，也是飼其他動物的民眾是希望講，未來唔但狗仔，其他的動物嘛會當開放。甲飼主同齊坐佇車廂內，這是一伙外的狗仔飯粒仔。第3擺坐坐份，拄着國際寵物日北齊開行狗仔友善列車，唔免封裝佇籠仔內，飯粒仔表現穩定，多數無風破掉，也安靜趴佇土骹。它其實不喜歡在籠子裡面，它會叫，所以我們平常不太敢帶它做捷運。可是它如果出來，它就是也蠻乖的。我覺得這個活動的意義比較不是說飼主的方便性，讓更多人都可以知道寵物也是，就是現在都像家人一樣。北齊一年一擺的狗仔友善列車，無需要事先報名就會當坐。沿途正常停靠過站車廂內使用，雙緣空調離網。一日限定活動結束，會送回機場清消，閣換空調離網。皆為狗狗友善列車，歡迎期待或喜愛狗的旅客踴躍搭乘。出站了後，還閣會當轉接寵物友善公車，天氣好，帶狗仔坐車的民眾百家樂樂等。我們都開車比較多啊，想說可以有公車，我們就來體驗一下。人都要出去玩了，狗狗也要啊，剛好人跟狗狗一起啊，對啊，我覺得很好。這是活動限定寵物只有狗，針對飼鳥甲其他寵物飼主，基台比較，市府表示是諮詢過專家才推行的政策。動物它有不同的特性，那其實我們有徵詢過專家學者，那一開始初步考量，因為貓咪可是比較怕生，所以沒有關係，我會請捷運公司再持續的深入來評估。台北市交通局也指出，目前台北市的狗仔友善公車已經有20條路線，會繼續評估需求，增加開放的路線。記者綜合報道。